美国伫咧委内瑞拉掠总统马杜罗的军事行动，造成56个人死亡。这委内瑞拉的司法部长就表示讲，已经是犯着战争罪。另外，这美国总统川普进前讲会来掌控委内瑞拉，不过国务卿鲁比奥煞是又搁讲未直接来治理，这代志拢交代袂清楚，也拢无含这美国国会来参详过。也互国会议员是烦恼讲，川普展开扩大美国势力的新时代。委内瑞拉军方初六宣布，上无有24个安全人员伫咧美国军事行动当中死亡，搁再加上古巴进前宣布的伫咧委内瑞拉殉职的32个古巴军警人员，官方统计死亡人数上无是56人。委内瑞拉司法部长甲美国即届行动比例做战争罪。Se califica jurídicamente como un secuestro internacional y una, como ya lo dije.Una privación ilegítima de libertad. Que nosotros hemos designado como Ministerio Público a 3 fiscales en medio de este crimen, de esta agresión inusitada contra la patria venezolana. 美国总统川普进前提出讲要掌管委内瑞拉，国务卿鲁比奥重新解说，讲要直接治理，意思是会透过石油禁运才会做规，推动美国甲委内瑞拉人民利益。有国会议员就惊讲，川普当咧推动美国扩张主义的新时代，而且拢无先甲国会来参详。川普初六针对众议院共和党员发表演说，重点讲其中选举、医疗成本等等议题，对委内瑞拉即届行动后续治理拢无讲介济，敢若讲到逮捕马杜罗行动的详细。Nobody was killed, and on the other side, a lot of people were killed. Unfortunately, I say that soldiers, Cubans, mostly Cubans, but many killed. 古巴因为军警人员死亡，宣布全国哀悼。川普政府明确警告，引导马杜罗刷来会去促成后一个长期目标，就是让古巴政府付出惨重代价。古巴甲委内瑞拉是超过20年的战略联盟，委内瑞拉会补贴石油，让古巴维持经济，古巴就派情报人员保护马杜罗政权。公司新闻黄运玲编译。